敢講話要教大家祈禱，只不過係講其中一種教會裏邊我哋習慣用嘅一種可以話咧公共嘅祈禱啦。其實祈禱有好多方式，係咪？用呢個方式當然咧唔係絕對嘅啊。咁呢個方式有個好處，而家我所講嘅咧係教會嘅正式祈禱，我哋叫佢做咧時辰誦禱禮。咁淨係個名你聽見時辰，之後誦禱同埋禮呢三樣嘢係一個禮儀嚟嘅。係點樣幾時做咧？係有時辰，按住唔同一日嘅時間嚟去做。平均嚟講有5次啦。就仲有就係誦禱。咁呢個祈禱嘅特色係咩咧？就係一種誦禱。唔係淨係話去求恩。我哋大家都認識祈禱有4種係咪？大家最熟悉嘅種叫求恩嘅祈禱啦。就有咩要求咩祈禱咯。你話咁有陣時，所以有陣時屋企裏邊有啲小朋友嘅祈禱。我唔使祈，因為我冇嘢問天主，我冇嘢要啊，所以我唔使求啦，係咪？咁其實嗰個係祈求，但未必一定係包括晒所有祈禱，其中一種啫。好啦，祈禱其實求恩係都好重要，表示你對天主嘅信賴咯。你唔信賴佢，你唔會求。其次咧，亦都有咧，我哋話有一種嘅代求啊，代人懇求嘅代人祈禱、代禱。我哋為一個意向，為人哋嘅需要啊嚟到祈禱，唔係淨係為自己咧。亦都有一種嘅祈禱咧，就係悔罪嘅祈禱，係咪？悔罪，所以我哋求咧可以為自己求，可以為他人求。然後悔罪嘅祈禱，求天主寬恕。然後咧，亦都有個叫感恩嘅祈禱，感謝啊，求咗你就得咗，得到你會感謝。所以求同埋感謝咧，求恩同埋感謝呢兩個好係對稱。另外一個我哋話悔罪嘅祈禱，求天主寬恕咧，好重要，我哋時時都會做錯。仲有一個祈禱更加可以話係高超嘅，而呢個祈禱係我諗4種祈禱裏邊咧，到最後去到天堂上邊咧，剩翻呢種就係讚頌嘅祈禱。讚頌嘅祈禱咧，平時唔係咁容易做嘅，即係你唔會好自然會做到讚頌嘅祈禱。點解咧？你見到任何嘢就純粹為咗天主嘅緣故而讚美佢。我哋唔係咁慣，點解咧？因為通常我哋有需要，我哋會感覺到天主係。當我哋做錯嘢之後，我哋有陣時都唔知同邊個講嘅時候，我哋求人哋寬恕咧，好難開口係咪？但係求天主咧，好似容易啲喎。雖然咧都唔係容易嘅，即係話假設有啲人覺得自己冇錯，完全覺得自己冇錯，呢個都係好大嘅問題嚟嘅。呢一個係我諗都即係好似一個人有病，佢唔知自己病一樣，結果佢會死。但係我哋如果知道咧，起碼知道自己嘅錯，可能會有進步。好啊，咁所以呢啲祈禱咧都係容易啲嘅，好容易做。但係都去到天堂上，我哋唔會再求天主寬恕啦，已經冇罪啦。你唔再求恩，咩都得晒，仲有求乜嘢？你又需唔需要感恩？唔需要啦，淨係一種讚頌。所以讚頌祈禱咧，你會發覺係最後最永遠嘅祈禱，而且係咧最高超嘅祈禱，亦都唔係最容易學嘅祈禱。但係打開聖詠集咧，反而我哋好多時見到好多祈禱咧係讚頌嘅祈禱。咁呢個係聖經嘅祈禱嘅一個特色，亦都係教會上我哋咧喺我哋嘅每日要做嘅所謂時辰誦禱禮裏邊咧，都要着重嘅有一個叫讚頌嘅祈禱。所以呢個誦禱禮咧，其實好有意思。而且仲要跟住時辰，點解跟住時辰咧？本來就係我哋時時都要同天主交談啦、讚美佢啦。咁點樣安排咧？不斷咁祈禱，保祿都要求我哋不斷祈禱。但係不斷祈禱，你都要食飯，你都要工作，你都要瞓覺，你都要休息。咁點可以不斷咧？點樣不斷法咧？其中一個形式就係、起碼每一個時段咧，我都記得天主。呢個已經係非常好。回教徒每日5次，佢哋會叫人祈禱，4點半第一次，之後咧去到日出啦，之後中午啦、黃昏啦同埋夜晚黑，一日5次。佢哋會點樣咧？佢哋會去到佢哋嘅叫拜樓嗰度，叫拜樓即係叫人朝拜，叫 minaret 係一個高嘅塔。以前咧就係一個人要上到個塔頂咧，就大聲嗌。Allahu Akbar，有冇聽過呢個祈禱？
如果你去過啲埃及啊，去啲中東啊，好多地方你會聽到嘅。而家近代佢哋發明咗有埋擴音器啦，佢哋用個喇叭嚟到嗌嘅，但係唔係播錄音帶，係真人真聲嘅，係要用個咪，但係即係一個人喺度嘅，唔可以播錄音帶嘅，唔得嘅。香港政府就唔準嘅，香港政府唔俾佢哋咁樣嗌，即係佢可以嗌，如果你夠聲你咪嗌咯，但係唔可以播音咁樣嗌出嚟嘅，因為第一次試驗。如果你屋企喺隔離咧，每日已經有 morning call 嘅，所以呢個咧，但係我就唔知道究竟真實實在在有幾多回家度真係會聽見呢個叫佢就即係起身舒服喺度咧，同埋向住麥加咁祈禱，可能你有時都見到嘅都會咁樣做。好啦，佢哋都有個時辰嘅呢個祈禱，猶太人都係。如果你睇下中途大事錄都話俾我哋聽咧，伯多祿同埋若望咧。佢都走去聖殿度跟翻個時辰嚟到去祈禱。如果啱時間，佢好多去嗰度祈禱，或者你去會堂裏邊都有個時辰嘅祈禱，定咗有幾次。好啦，咁基督徒咧亦都秉承咗呢種嘅傳統咧，就係我哋將我哋嘅時間分配，所以有晨禱同晚禱兩個最重要嘅祈禱啦，已經講過啦。我相信我哋上次都聽神父講咗啦。咁但係除咗呢個之外咧，我哋仲有正午嘅時候一個祈禱。咁而家咧仲分到咧，可以正午咧午前或者午後都得嘅，可以一開三嘅，睇你係咩時間咯。而家係12點之前，你要用午前啦，咁第二啲唔使理㗎。總之係中午、中前後或者正中午嘅時候咧，設立一個時候你做祈禱，呢個係中午。晨禱一定係上晝啦，晚禱一定係就嚟黃昏啦。之後仲有一個一早一晚嘅一個我哋叫做誦讀日課。當你係完全好得閒、好平靜嘅時候，你去睇嘅、去練嘅，有聖詠啦，之後有讀一篇長啲嘅聖經，同埋亦都讀一篇長啲嘅教父嘅著作或者教會嘅著作。咁呢個係讀經日課嘅讀經，尤其是咧幫助你讀埋經嘅。但係呢個讀經就唔同離曬嗰個嘅，另外一回事。好啦，咁到夜晚咧有一句夜禱嘅喎，夜禱咧我哋其實應該係喺床邊嚟祈禱，即係練完你就瞓覺，所以嗰個通常咧係好短，一個聖詠嘅啫，通常一個，有時都會有兩個，不過都係短短地嘅。好啦，咁有5個時候，但係5個時候裏邊咧，有咩時候可以尤其是大家一齊會去祈禱嘅咧，就唔係淨係你自己嘅，就係晨禱同埋晚禱啦。因此咧，亦都成為咗比較重要嘅祈禱嚟嘅。教會亦都鼓勵我哋咧。係以團體嘅方式嚟去舉行嘅。有陣時咧，我哋教會咧慶祝任何嘅慶典咧，好中意就係開彌撒，係好嘅，最崇高嘅一個慶典啦。但係唔好忘記咧，其實練晨禱或者晚禱都係，尤其是係晚禱，教會亦都鼓勵咧，我哋喺主日嘅時候，如果主日朝頭早有彌撒，夜晚未必一定有國務彌撒嘅。但係如果能夠做一個咧叫做團體形式一齊念一個晚禱，主日嘅晚禱咧係非常之好，而且唔係就咁大家念，而係話隆重嘅，好似一個好似彌撒級上下咁隆重嘅嚟到舉行嘅。好啊，咁即係其實你睇見咧就係教會就想我哋咧將一日嘅時間分配好佢，時時都會記得天主。其實你諗下，我哋有陣時有啲嘢咧，譬如我講食零食啊，你係咪會耐唔中食啊？係咪啊？會唔係點個叫零食咧？係咪？咁但係你如果你食零食不停喺度食，呢個就唔係零食咯。但係一日裏邊幾時耐唔中？譬如你開工之後11點，係咪好中意食下嘢？下晝3點係咪好中意食下嘢？係啦，咁呢啲時間分配咗咧，你覺得啦，早餐我食咗啦，之後我食下零食喎，之後係食午餐喎，之後係有個下午茶喎，之後夜晚翻屋企係食晚飯，係你嘅生活有情趣，係都有節奏。咁呢個而家我哋祈禱都係一樣嘅，但係唔係每一個時辰咧，你都係咁隆重嘅，你唔係餐餐咧都好似食晚飯嗰咁好餸啊，咁多嘢啊，咁豐富啊咁樣，亦都唔係一定會。尤其是晚餐你咪同家人一齊咧，係咪正常啊？所
雖然我知道有陣時我哋嘅嗰個晚餐係宵夜嚟嘅有啲人但係正式嚟講係嗰餐係會嗰個家人嘅團聚啊嘛。好啦，我哋嘅晚禱就係都係一樣，所以晨禱同晚禱兩個變咗最重要嘅時刻。我睇完咗呢個基本嘅嘢之後，我哋睇下個結構先睇少少。咁你話如果想做一個大家公共嘅祈禱啊，應該定咗個形式噶嘛？你話可以自發式祈禱啦，呢點又係我哋而家要講一個題目嚟嘅副題可以話。有啲人話祈禱如果冇咗自己私人嘅祈禱，淨係有公共祈禱係冇意義嘅。點解咧？你純粹好似咁念翻出嚟完咗啦，你冇自己喺度裏邊嘅，所以都唔係好。但係咧，亦都有另外一種叫做所謂自發式祈禱。自發式祈禱係點樣咧？即席嘅，冇嘢寫低嘅，你諗到咩講咩。嗱，有啲人中意用呢種方式喎，中意表達。有啲人好中意咁樣表達。基督教多數中意用呢種方式。我亦都識得啲朋友，因為怕用呢種方式，所以入天主教喎。都係哇，叫排好似輪住我都要講，我唔知講咩，我唔識講，我走啦。天主教個好啊，你唔使出聲，你都可以恭敬天主㗎，你細聲得㗎啦，唔使一定要你自己把聲要特別出嚟嘅，可以隱藏喺個團體裏邊嘅。但係你又覺得自己參與咗喎，係咪？又有好處喎，老實講，真嘅喎。有陣時我哋又唔中意咁突出自己，要講出我嘅感受，可以講。但係你同講出感受嘅時候，真係有啲人你真係好熟啲咩咁先得㗎嘛？你唔可以話我哋個教會，我哋幾百人一齊講自己感受，點講啊？冇得講。好，所以呢種嘅表達其實係有嘅。譬如耶穌十字架上，你估佢嘅祈禱唔係一種咁嘅表達咩？係，你同天父咁講。但係有陣時咧，佢都參與會堂嘅祈禱，佢都去聖殿嗰度去參與祈禱。呢種係大家公共一齊做嘅祈禱，呢種係表達出大家有共同嘅信仰，我哋相信同一個天主，咁樣表現出嚟咧，呢個祈禱唔單止係直對天主，亦都係彼此之間有幫助。你諗下我哋屋企，如果我哋一家人一齊祈禱，係咪好好咧？即係我自己都好彩㗎，我晚晚都俾一家人祈禱嘅。有時即使我遲咗翻，我個女都會等埋我。要一齊祈禱先瞓覺嘅，呢個習慣由 BB 仔開始，就唔可以你夾硬而家要嚟㗎，一定要祈禱，如果唔係唔準瞓覺咁嘛，你冇㗎嘛，啲自然嘅，會慢慢會養成嘅，同埋最好就係由細開始啦，當然好啊，但係即係話咧，我哋最重要講就係有啲係公共嘅祈禱係要一齊做，一齊做嘅時候咧，你感覺到咧係有人支持住咧，佢都祈禱，我又祈禱，大家用同樣説話祈禱，因此我哋念天主經其中一個好好嘅例子。即使我同基督教都係一齊，都係嗰篇，雖然有少少翻譯，原來都係嗰篇經文，同東正教又係嗰篇，都係天主經。所以起碼一樣嘢大家共，又或者好似信經，信經其實唔係祈禱嚟嘅，其實講信經，你睇下裏邊講嘅，係講你信咩啫嘛。唔係講你讚美天主啊定乜嘢嘅，所以信經其實咧就係一個表現出咧，我同你都係有共同信仰嘅，你念我又念，大家一樣喎，即係我哋有共同信仰啦。所以我哋叫做英文有成叫做 creed 或者拉丁文叫 credo， 但係仲有第二個名叫 symbol 呢個字你識就係象徵咁解，但係原文嘅意思宣就 together，all 將啲嘢擠埋一齊。擠埋一齊，即係我講我信仰，你講你嘅信仰，但係一樣我哋一齊表示大家係共同嘅信仰。所以信經係好重要，即係等於表現出你同我哋一樣所相信嘅內容一樣，我哋大家係基督徒。好，咁我哋暫時唔睇信經住，但係我哋講翻就係呢個共同嘅祈禱咧，點解咁重要咧？就係因為第一，耶穌都做咗，佢都參與猶太人團體嘅祈禱。但係佢自己都有祈禱，山園祈禱，大家應該都知，係咪？佢十字架上有祈禱，有陣時佢好開心，父啊，我感謝你，你將啲嘢啟示俾嗰啲小孩子，
耶穌嘅祈禱嚟嘅，就係隱藏。對於啲聰明嘅人啊、自以為是嘅人咧，你就唔話俾佢聽，但係你將呢啲真理啟示俾小孩子，謙虛嘅我感謝你。呢、個耶穌自發嘅祈禱，兩樣都有，係咪？兩樣都有。好啦，而家我哋睇下，淨係睇一種就係一齊公共嘅祈禱係點樣咧？教會選擇咗呢一個，就係、亦都秉承住咧古代猶太人嘅祈禱嚟嘅。佢哋用咩做祈禱咧？一齊用聖名，用聖名祈禱。用聖名祈禱其實唔容易，唔容易。第一，因為聖名唔係我哋嘅説話，係猶太人嘅説話，同埋唔係今日嘅猶太人，係幾千年前嘅猶太人，所以個文化唔同，時代唔同。咁我哋仲加上咧係舊約嘅祈禱，我哋係新約嘅天主子民，我點樣用舊約説話嚟到去祈禱咧？係有困難嘅，係有困難嘅。所以咧，你如果我哋依家就想大家睇下，大家都有一張咧，就係今晚嘅祈禱嚟嘅，係咪？今晚嘅祈禱，今晚咧我哋係做慶祝緊呢個叫做預報救主誕生啊，降生節。預報救主降生以前我哋叫做聖母領報嘅，咁而家咧將嗰個重點放翻準啲，其實唔係淨係講聖母領報喎，領個報嘅內容乜嘢就係救主嘅降生，呢樣係重要嘅。佢預報咩？預報呢樣嘢。所以聖母當佢應承天使提出嘅天主嘅邀請咧，肯做聖子嘅母親嘅時候咧，於是咧救主嘅誕生咧已經係預報咗啦，即係佢會出世啦。所以呢個係好隆重一件事。聖母講嘅呢個同意係佢話願照你嘅話成就於我。於是咧改變咗我人類嘅救恩歷史。而家開始耶穌要準備救贖。好啦，所以呢個咧係好重要改變。今晚我就用翻呢一個晚禱，依家我哋會一齊練嘅，用呢個嚟睇下。好啦，如果我話我要念聖詠，咁你會問你選邊幾個聖詠啊？如果我係朝頭早念，朝頭早咧通常會選啲乜嘢嘅咧？係選讚美嘅，讚美聖詠。聖詠都可以分做好多類。分得太多類咧，結果即係等於冇分啦。所以我哋分咁上5、6類一個嘅啦。咁有啲咧係叫做感恩歌，有啲咧叫做哀禱詞，有啲係懺悔嘅，即係包括咗喺哀禱裏邊即係其實係最大部分咧係哀禱詞，叫做 laments。哇！原來人咧就有好多嘢咧去埋怨，去即係要講俾天主聽，我有咩唔妥啊，我有咩唔舒服啊，要講俾佢聽。有陣時真係我哋同人都冇得講，唯有同佢講。有啲不正義嘅嘢，我要設法子，已經設法子咧，使佢改變嘅，但係冇辦法。最後咁點啊？唔係用個暴力嚟到改變，而係交俾佢，交俾天主。所以咧，哀禱詞係好多次出現喺聖經嗰度，因為人咧發覺自己做唔到，最後交翻俾天主。所以哀禱表示你係真係信賴天主，你先會哀禱。所以有感恩啦，仲有啲係讚頌嘅，即係仲有啲叫王國聖詠，或者我哋叫做咧默西亞嘅聖詠，講緊默西亞嘅聖詠。亦都有啲聖詠咧係甚至咧係咒罵，我哋冇念嘅，你唔使擔心。有幾篇啫，有幾篇聖詠，同埋有啲聖詠咧，即使我哋念，但係中間有時有一句我哋冇念到。我唔係話呢句唔係天主嘅啟示，而係話唔適合我哋喺祈禱時候用。譬如做嘅一個簡單嘅例，聖詠137，我們在巴比倫河畔，有冇聽過呢首聖詠？有冇你嘅聖經喺度咧？我可以念俾你哋聽嚇。以色列人被充軍去到巴比倫，啲人咧要佢哋咧，你唱啲耶路撒冷嘅歌俾我聽啦，即係分明即佢哋，即係佢哋被充軍。耶路撒冷歌淨係喺耶路撒冷唱得嘅，呢度唔唱得。你聽佢講嘢。當我們坐在巴比倫河畔，一想到熙雍，即係耶路撒冷嘅代名詞，即淚流滿面，在那地的楊柳間掛起我們的琴弦。
我哋再唔彈琴啦，唔再用啦，點解咧？因為個心唔開心啊嘛，你唔會唱呢咁嘅歌嘅啊。因為那些俘虜我們的，要我們唱歌；那些迫害我們的，還要我們奏樂。快來，給我們唱一支熙雍的歌，咁樣請我哋。但我們身處外鄉異域，怎能夠唱上主的歌曲？如果要唱，你會唱乜嘢咧？以下嘅句子，佢話：耶路撒冷，我如果將你忘掉，如我的右手呼召，因為自己咒自己，咒埋㗎。啊！如果我耶路撒冷，如果我唔記得你嘅話，如我嘅手跛咗啦。呢個自咒。我若不懷念你，不以耶路撒冷為喜樂，就寧願我啲舌頭緊緊貼在我啲上顎，講唔到嘢，乾晒。然後第7節呢首咧係一啲好大，即係好悲憤嘅説話嚟嘅。上主求你記住厄東的子民，在耶路撒冷蒙難的時辰，他們曾喊叫説：拆毀，拆毀，夷為平地，一直建到基礎。當巴比倫圍攻耶路撒冷嘅時候咧，呢啲厄東嘅子民咧，厄東嘅人咧，佢哋都嚟係做咩咧？係趁虛咁好似嚇，喂打佢打佢啊！即係其實就係想以色列咧係滅亡嘅，所以佢咁樣叫咗。之後佢話咩咧？第8節話：你這只知破壞的巴比倫女子，將巴比倫呢個字咧，將佢變咗擬人化，係一個女仔咁嘅。誰若依照你的加給我們的災言，也照樣報復於你，他就得福氣。意思即係話，你咁樣害咗我哋，如果將來有個人照樣做，你點樣害我哋，佢又害翻你咧，呢個人有福啦，係咒罵嚟嘅。仲有一句，我諗我都好難念得出嘅。最後一句話：誰若找起你的嬰兒幼子，摔在磐石上，他就得福氣。你試下去念，係念唔出口。喺我哋教會嘅傳統裏邊咧，有用呢個聖名嘅，但係最尾呢兩節冇用到，冇用到。今日嘅猶太人念呢個聖名，佢繼續念落去嘅。當然咧，你要明白嗰個上下文先，又唔可以就咁話啊得啦！我而家知道嘅邊個對我唔好咧，我知道抄邊個聖名咧，要念就話真係有人咁做嘅喎，點解啊？因為咧有咁上6、7個聖名咧，叫詛咒聖名，詛咒聖名。上主啊，求你使到佢嘅妻子成為寡婦，佢啲仔女成為孤兒咁樣嘅喎。咁樣念喎，有個咁嘅聖名喎，我話俾你聽邊個啊？費事你用，其實係有嘅。嗱，呢度要話俾大家聽就係，依家我哋要解決呢個問題。咁點解聖名會係咁咧？成本聖經都係天主啟示嘅，聖名都係聖經一部分，所以呢啲説話都係天主啟示嘅喎。呢個好重要，我哋唔可以否定呢樣嘢，全部係天主啟示説。唔好忘記就係。天主啟示我哋咧，唔單止將佢嘅思想俾啟示俾我哋，亦都將人係點樣啟示俾人。我哋都唔係好認識自己。天主話俾你聽，你係點嘅？呢啲聖名都反映到人啊，當佢絕望嘅時候，佢會點做咧？都會講粗口咯。但有時咧講粗口都係好事，唔係叫你而家喺聖堂講啊，而係話。有陣時我哋睇電視啊、新聞啊，做一個例，好好嘅，睇電視嗰陣成排坐喺度。啲新有時講一啲好嘅事，大家好開心；有時講啲唔開心嘅事，啲咩意外咁，你覺得難過。但係有時講出邊個地方係不公義嘅，有時我哋坐喺度冇事喎，因為唔影響到我，係咪？所以我好似若無其事咁聽冇嘢喎。但係有啲人咧會點樣嬲到咧？即刻除咗隻鞋掟埋喺電視機度嘅喎，即係起身講粗口鬧嘅。我話呢個人咧係有得救，有得救。點解？佢有反應，佢反應知道咧對於罪惡啊、對於不公義啊，佢係唔贊成嘅。只不過佢表達方式係唔好啫，佢表達得唔好，但係嗰種反應係好嘅，即係佢有反應。我哋咧麻木咗嗰啲咧，其實冇得救。
我哋坐喺度好若無其事嘅，又係咁啊，呢個係冇。但係聖靈裏邊呢啲聖靈咧，呢幾個聖靈就係呢類嘅人啦。覺得見到呢啲公唔公義嘅事，佢要向天主嚟到講出嚟嘅，甚至話你快啲罰佢啦咁樣講。啊，當然去到新約嘅時候，耶穌會俾另外一個方式。嗱，佢都要消滅嗰個仇人啊嘛。耶穌教你一個好好嘅方法消滅仇人嘅，就係將佢變做你嘅朋友，你為佢祈禱。於是咧，你個仇人係唔見咗，但你多咗朋友。啊，唔容易做嘅，但係有效。我哋基督徒有啲乜嘢嘢係勝於人嘅咧？就係識得寬恕。如果我哋識得寬恕咧，呢個你先係真正嘅基督徒。耶穌做咗，佢喺十字架上做咗，父啊寬恕佢，因為佢都唔知你做乜嘢。最近喺中東嘅基督徒係咪好多人俾人殺咗？教宗係咪呼籲我哋要去組織十字軍同佢打仗？唔係。呢個係跟住點喎？要寬恕，呢個先至係基督徒精神。我哋如果做到真係好，呢個係唔容易嘅。但係唯一咧，要使到嗰啲人對自己冇得答。佢哋嘅目的就要摧毀人，要殺人。我話俾你聽，我寬恕你，但我唔希望你咁樣做。呢個就係基督徒嘅祈禱。我相信耶穌喺十字架上面係做緊呢樣嘢嘅，係咪？所以如果我哋能夠真係用聖命祈禱，但係又好似耶穌咁用聖命咧，呢個 OK 啦。耶穌咧，佢係一個猶太人，所以佢對於150篇聖命，佢完全都識念嘅。喺十字架上，佢做緊乜嘢？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我？佢念緊聖命啊！呢個係聖命第22篇。第一句，猶太人咧，佢哋唔講話聖命第幾篇嘅，係我哋近代人先講聖命第幾篇，我哋俾個編號佢。佢哋係講聖命嘅第一句，就講出嗰個聖命。其實福音嘅作者要話俾我聽，耶穌當時念緊聖命22篇，所以佢就話俾你聽，耶穌講：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我？耶穌唔係失望，你睇埋篇聖命，念埋落去，念到最尾係充滿希望。所以你會發覺，原來耶穌係祈禱啊！耶穌係用緊聖命去祈禱。父啊，我將我靈魂交在你手中，又係念緊一句聖命。同埋耶穌點解要喺十字架上用呢個聖命22咧？因為嗰個聖命係講緊佢嘅。點解啊？我哋聽下呢啲説話。依家我哋先將啲嘢綜合翻，放翻落我哋嘅呢個神禱晚禱裏邊。我哋先睇一睇呢啲特性先。聖命第22篇咁樣講嘅，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我？你又為什麼遠離我的懇求和我的哀禱？然後跳多幾節，第8節、第7節，佢至於我成了蛔蟲，失掉了人形，是人類的恥辱，受百姓的欺凌。耶穌十字架上係咪？凡看見我的人都戲笑我。他們都撇着嘴，搖着頭說：他既信賴上主，上主就應救他；上主既喜愛他，也就該拯救他。呢啲係咪就法利賽人講説話？嗰刻就係咁叫耶穌：你落嚟啦！如果你係天主係愛你嘅，佢會救你㗎。咁你落嚟啦！佢就係講咗一模一樣嘅一句説話。繼續話：成群嘅公牛圍繞着我，巴商嘅紅牛包圍着我。都向我張開自己的嘴，活像怒吼掠食的獅子。呢一班惡人圍住耶穌，係咁樣嚟笑佢。我好像傾瀉的水一般，我全身骨骸都已脱散，我的心好像是蠟，在我內臟中融化。我的上顎枯乾得像瓦片，我的舌頭貼在咽喉上面。耶穌講咗邊句？我哋繼續睇落去，去到第17節，他們穿透了我的手腳，呢個係穿透嘅手腳。釘第18節話：我竟能數清我的骨骼，
他們卻冷眼觀望着我。他們瓜分了我的衣服，為我的長衣他們拈鬮。係咪應驗緊耶穌嗰一刻嘅事？如果你繼續睇落去，你發覺耶穌念呢個聖靈嘅意思就係話，呢啲聖靈係講緊我，而家喺我身上一路應驗嘅。但係如果你讀到聖靈嘅後半段，你會發覺佢係充滿希望嘅。我要向我的弟兄宣揚你的聖名，在盛大的集會中向你讚美歌頌。如果耶穌佢唔會復活咧，佢唔可以去集會裏面宣揚天主嘅偉大，係咪？凡安眠於黃泉的人都應朝拜他，凡返回虛土的人都要叩拜他。我的靈魂存在生活，只是為了他。我的後裔將要侍奉上主，向未來的世代傳述我主，向下代人傳揚他的正義，說這全是上主的所作所為。嗱，呢個係聖經第22篇，到最尾係充滿希望。耶穌念呢個聖經咧，佢唔係淨念第一句，福音作者淨係記咗第一句，因為第一句就係話俾你聽佢念緊呢個聖經。好啦，如果你明白到原來耶穌咧到最後一刻佢都念緊聖經嘅話咧，咁你明白到咧，耶穌一生喺度念緊聖經。佢亦都好似一個虔誠嘅猶太人咧，佢每日都用聖經去祈禱，佢參與會堂嘅敬禮啊嘛。會堂敬禮係點樣？有念聖經同埋有讀呢個梅瑟念書、讀先知書，耶穌都參與，所以佢都念咗呢啲聖經。因此我哋基督徒咧，我哋奉基督嘅名叫基督徒嘅咧，我哋都可以念聖經，可以用舊約嘅聖經嚟到念。咁樣有乜辦法可以幫助我哋咧？有咁多嘅困難啊，譬如有啲嘅詞彙我哋唔識啊、唔明啊，有啲嘅歷史啊、文化嘅背景我哋唔同啊，時代背景唔同啊，有啲説話好似格格不入啊，又或者如果咧係跟住教會所選嘅聖名咧，啊，譬如啱先而家念緊一個哀禱聖名，天主啊，求你可憐我啊，我俾人哋迫害啊等等。啱先你今朝先升職，仲加咗人工，啊，你而家要練呢個，好似我練唔出啊，係咪？你練唔出喎，我唔係咁痛苦喎，但係第二日要翻轉，要啊，啱啱講到天主我讚美你啊，你想賜我咁多嘅福分啊等等。啱先咧，你先同人哋嗌完交，啊，點樣練得出咧？佢話聖保祿俾咗我呢一個秘訣，佢話咧，你要同喜樂嘅人一齊喜樂，同憂苦嘅人一齊憂苦。因為咧，基督嘅奧體嘅理由，我哋屬於基督奧體，所以任何一個肢體受苦咧，整個身體都受苦啊！任何一個肢體嘅喜樂咧，整個身體都感到喜樂。亦都用現代嘅講法啊，你要分擔人哋嘅痛苦，因此個痛苦會減少，分擔咗。你要同你分享喜樂咧，因此喜樂會增加。啊，呢個就係我哋用聖靈祈禱嘅其中一個理由啊。嗰啲説話所表達嘅未必係你嗰一刻嘅感受，但係可以成為你以基督徒或者以教會一份子嘅身份咧，係適合你而家講嘅。因為永遠都會適合，因為呢一刻我哋可以肯定教會裏邊有人受緊苦，呢一刻我肯定教會裏面有個罪人佢想悔改，呢一刻亦都肯定教會裏邊有啲人咧感覺好開心、好快樂，我哋同佢一齊開心。咁呢種咁嘅祈禱會使到我哋更加嘅唔好太過以自我做中心，我哋為人哋嘅喜樂一齊做，為人哋嘅痛苦一齊做。呢種祈禱咧係一種大公精神嘅祈禱，所以如果你參與呢種祈禱，你發覺自己咧，你係同教會一齊祈禱啊，所以你唔使擔心，你話我祈禱不足，雖然我都會係分心，可能我心情唔係太好，或者我好開心都好。總之，如果你係同整個教會一齊祈禱咧，呢個係有效，就好似同耶穌一齊嘅。咁所以我哋會用呢祈禱嘅。咁而家有咩辦法可以幫我哋嚟到做到呢一點咧？而家我哋睇下，我呢度寫咗幾點喺度。每一個我淨係講神禱萬禱。我哋一開始有一句説話嘅，天主求你快來拯救我，上主求你快來扶助我。咁點解會用呢句説話嘅咧？都有個古仔嘅。原來咧
有啲隱修士咧，佢哋都諗住，如果我去到曠野嚟隱修咧，應該誘惑少啲，唔係，仲多，真嘅。呢啲係啲叫做曠野沙漠嗰啲聖嗰啲教父話翻俾我哋聽，佢哋喺曠野係受考驗嘅地方，唔係話咧嗰度乾淨咧，離開晒一切嘢會安安樂樂，唔係嘅，其實好多誘惑。咁於是有一次有個修士問佢個院長：我哋好多誘惑，點算啊？咁個院長話：有一句你可以用嘅，就係聖詠嘅第70篇第一句：上主求你速快來救我，上主求你速來扶助我。就好似咩個？就好似一啲射箭啊，有個魔鬼嚟咧，有啲即係箭嚟嘅，一射走佢嘅。天主快嚟救我啊！即係咁解。咁呢句咧，於是佢哋慣咗，於是咧，尤其是當你準備起手祈禱時，好多分心啊嘛。第一件事，我要知道我而家向邊個祈禱先，因為咧天主係睇唔到。你睇翻我哋打電話嘅經驗就係啦。以前咧，我哋同你傾偈睇到你係咪？但係打電話睇唔到你嘅。咁有時我做緊第啲嘢喎，係咪啊？接嘅電話唔知做緊乜嘢，完全都唔係想同你傾偈嘅。但係我哋同天主唔可以，我哋要知道佢喺度，佢嘅臨在，之後你先可以祈禱。我哋之所以好多時祈禱無效咧，就係因為我係做儀式嘅啫，我係照做晒、念晒所有嘢，但係對邊個唔知啊？所以如果你未有天主臨在嘅意識咧，你係唔應該開始祈禱嘅。尤其是為嗰啲念晒全日5次祈禱嘅人，有本訓練，譬如神父啊、修女啊、修道人啊，佢哋有本訓練晒嘅。我哋平信徒咧冇本訓練晒，但係咧教會鼓勵我哋念，起碼早禱晚禱。如果能夠你有時間念埋晒全部嘅，好啦。如果要念晒全部嘅咧，首先開始之前咧，有一個叫做序經，叫做 Invitatorium， 係一個 invitation to prayer， 就邀請你進入祈禱嘅狀態。所以咧，嗰個唔係祈禱嚟嘅，未算祈禱嘅。佢用咗一個聖名嚟去做嘅，好多時會用呢個聖名嘅，就係要使到你感覺到天主係你諗到佢存在，你先起手祈禱。呢個係準備嘅，呢個係熱身嘅，都未算係正式嘅餡，之後先開始啦。完咗呢個序經序一定喺之前嘅嘛。好啦，完咗之後先至進入去，或者神禱又好，或者係咩祈禱都好。呢個係序經。完咗呢個序經咧，於是咧，我哋會進入到一個叫做讚美詩。讚美詩要話俾你聽咧，其實我哋祈禱唔係日日都一樣千篇一律噶嘛，有時期噶嘛。聖誕節啦，咁你係咪要有講啲聖誕嘅時節嘅嘢咧？復活節咧，講復活時節嘅嘢。教會嘅聖嘅年歷咧，佢嘅 calendar 就係咁樣嘅。有所謂將臨期、聖誕期。之後咧，仲有四旬期、復活期，然後咧就有常年期，係咪？係有個節奏。如果你時咗常年期就真係好平淡嘅，冇嘢。但係如果你時聖誕節咧，就冇晒聖誕氣氛，係咪？所以一定要跟翻呢個節奏。好啦，邊一個俾呢個節奏咧？就係呢個讚美詩。讚美詩話俾你聽，而家我哋進入咩時期，用咩時期裏邊嘅嚟到去祈禱。但係假設係常年期咁點樣啊？我而家話都淨係睇神禱晚禱。所以如果係常年期咧，神禱一定係講乜嘢咧？講朝頭早起身啊，充滿希望啊，又要開始奮鬥啦，又要戰勝罪惡啦，係咪講呢啲嘅？天主求你俾我力量啊，係要善盡我嘅本分啊！呢個係一個祈禱嚟喎，讚美詩裏面講嘅。或者見到起身見到有陽光好靚啊！見到萬物就充滿生命啊、活力啊，天主我感謝你啊！呢個就係讚美詩啊，俾咗你一個氣氛，呢個係神禱氣氛，或者係聖誕節氣氛，或者咩氣氛？好啦，呢個就係讚美詩。之後咧，先至起手有聖詠啊，然後我哋會坐低嚟到念聖詠，念呢個讚美詩起身嘅，讚美起身。之後咧坐低，但係讚美詩就唔係嚟自聖詠嘅喎，係純粹好似啲詩歌。係現代嘅詩歌又得，古代嘅詩歌又得，係配合個時節啦，配合個時辰啦咁樣嘅。之後聖詠咧就要選，我哋話咗神禱多數選啲係讚頌啊、講希望啊嗰啲聖詠嘅。晚黑咧
多數咧求天主寬恕啊，或者係甚至係講到求天主咧使我哋平安啊咁樣，類似呢樣嘢嘅。好啦，咁有咗選咗啲聖詠，選咗聖詠之後都唔夠，點解咧？因為啲聖詠咧我哋話咗係舊約時代嘅條款，咁點樣可以用新約嘅天主子民生活去練咧？所以佢有個對經，一個叫聖詠嘅對經 antiphon 係即係喺成篇聖詠嘅前後結住佢嘅，將佢包裝咗之後咧，你知道啊，我應該用乜嘢嘅主題嚟去練呢個聖詠啦。練咩聖詠？但係嗰個聖詠本身咧，自己係有主題嘅喎。因為原來作者係有個主題俾佢嘅，即係話當然佢唔係寫出嚟，但係你可以睇到字裏行間你揾到佢個主題嘅。咁所以我哋話咧，亦都有個叫聖詠標題嘅。而家我想你哋用呢個例子嚟睇下你手中嘅聖詠。第一咧，有個對經同埋對經一。對經一佢話上主嘅天使向瑪利亞報告喜訊，他因聖神受孕。所以而家咧係做咩咧？因為今日我哋慶祝就係呢樣嘢啊嘛。我哋話聖母領報呢件事，好啦。咁咧其實呢個聖母領報咧，佢有好多好嘅思想可以用嘅。咁而家就俾第一個思想你先，你懷住呢個思想咧，之後先念呢個聖詠。所以呢個係對經，俾咗你咧呢個念呢個聖詠嘅時候嘅一個思想一個意向。但係個聖詠本身自己係有個標題嘅，聖詠1:1默西亞是君王，也是司祭。呢個聖詠本身作者寫嘅時候，就係想講出呢個默西亞嘅特別身份，佢又係皇帝，又係司祭。嗱，咁講落去好似冇乜特別，唔係咧，其實好特別。點解咧？喺舊約時代，如果你係皇帝，你就唔會係司祭。司祭係肋未支派，皇帝係咩？猶大支派。你係猶大支派就唔可能又係肋未支派。耶穌係咩支派嘅？佢係達味後裔，咁達味係屬於猶大嘅支派，所以佢係君王，呢個好容易喎，容易啲喎反而。但係你話佢又係司祭咧，又好難。點解？佢唔係肋未支派嘅，但係默西亞嘅身份就特別啦。佢同時又係君王，又係司祭。而呢一篇聖詠已經預告咗有樣咁嘅嘢，佢又係司祭，又係君王。所以咧，呢個係舊約嘅標題嚟嘅，講出咧。喺舊約時代，已經預告緊一個默西亞。呢個默西亞，而家再放翻喺呢個聖詠呢個季節裏邊，呢個節日裏邊念咧，即係話，瑪利亞所生嘅呢一個就係默西亞，佢又係君王，又係司祭。所以而家你係咪揾到一個聯繫點？即使你係一個新約嘅人咧，你都可以念。點解？因為新約裏邊嘅瑪利亞所生嘅嗰個就係嗰個默西亞嚟㗎啦。就係你舊約聖經裏面預告緊嗰個默西亞嚟㗎，所以有意思。仲有就係、我哋話咧，仲有一個新約或者教父嘅一個注解、一個注句。呢句咧，有時我哋攞住聖經嘅一句説話，新約新約裏邊咧，我哋攞咗哥林多前書第15章，佢話基督必須為王，直到把一切仇敵歸服在他的腳下。呢個聖保羅講嘅説話。咁你起碼咧，即係話，如果我其實你可以是但攞係嚟自對經一嘅思想又得，你中意用翻舊約嘅標題嘅思想又得，甚至用翻咧新約裏邊提到同一聖詠有聯繫嘅點，用嗰一點嚟去祈禱又得，所以好豐富嘅。你可以是但用一個思想，當你把握咗一個思想之後，你掂呢個聖詠嘅時候咧，你會發覺係好啱嘅，好貼合嘅，否則你覺得格格不入嘅。仲有一樣嘢可以使到我哋咧，將呢個聖詠最後嘅時候都變翻有基督徒嘅特色係乜嘢咧？就係、我哋念聖詠完咗，我哋話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係咪？呢個係聖三光榮頌，淨係新約先會有。舊約佢哋唔知道有聖天主聖三，只係天主唯一。呢、個係父又好咩都好，就係一。但係耶穌嚟咗之後，就話俾我聽，佢係出自父嘅，佢係由聖神咧，使佢能夠誕生喺瑪利亞胎中嘅。即係話聖三嘅工作喺晒度。我哋領洗又係用聖父、聖子、聖神嘅名。因此咧，呢、個係基督徒咧，任何嘅行動完咗之後，你綜合翻咧，
或者你用聖母經因父及子及聖神之，或者用聖三光名做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起初如何，今日直到永遠。啊，係一個，所以使到咧舊約嘅聖靈完全變咗基督徒化。啊，所以呢個咧就係點解我哋基督徒都可以用聖靈嚟祈禱咧？嗱，如果猶太人今日佢哋都係就咁念個聖靈嘅啫，佢冇念個標題，因為標題唔係天體寫説話，呢個純粹係聖經翻譯者寫落去嘅。啊，但係個標題係講出個內容嘅，咁你所以咧，你未念個聖靈之前已經知道佢想講咩嘢啦。咁你方便你念嘅時候，懷住咩心情去念嘅？好啦，如果你試下啊，如果尤其是嗰個負責領經嘅好緊要，你唔好咧，好似機關槍咁樣落去，你要停落嚟。你念對經一之前咧，你試下靜少少，等啲人咧自己睇，因為咧對經一係會大家讀出嚟嘅，但係嗰句聖靈嘅標題唔會讀嘅，嗰句新約或者係教父嘅註解唔會讀嘅，係俾你睇嘅。你睇咗之後，好啦，靜咗嚟之後，好啦，於是佢就念對經一，念咗對經之後咧，就會自然跟住念埋聖靈啲説話㗎啦。所以領經人要有技巧嘅，即係俾人有呢個空間。啊，唔好以為咧，即係靜默咧就係冇嘢做，靜默就係做呢樣嘢啦。你如果唔靜做唔到呢樣嘢，如果你完全讀晒出嚟又冇用嘅喎。你自己試下，如果真係讀出嚟咧，發覺好似一種嘅形式一個方調嚟咁樣。但係如果你自己睇咧，唔同嘅喎。你感覺到，呢個思想係我啱，我依家念嘅時用呢個思想去念落去。好啦，之後佢就帶對經一係乜咁樣，於是咧就起手念聖靈。念完咗之後咧，願光榮歸於最後一句係咪啊？又將佢帶翻去基督徒嘅角度嚟到睇啊！即係以上嘅所發生嘅嘢，全部都係天主聖三所願嘅。好啦，完咗咧，呢個就係聖靈嘅念法啊！所以聖靈咧有念舊嘅聖嘅時候，有呢幾樣嘢幫我哋有對經啦，有聖靈嘅標題啦。有新約或者教父嘅註句咧，同埋最尾用聖三光名做，使佢變成基督化、基督徒化。咁咧，你念聖靈係有意思嘅。你如果你從來都冇念過咧，第一次你唔會感覺。當你念到熟咗、慣咗咧，就自然可以出嚟。第一次未必係會成功。仲有就係、我哋念啲聖靈嘅時候咧，本來聖靈應該係個文體嘅。個題材應該係詩歌，應該係詩嚟嘅。所以曾經有人認為咧，我哋嘅翻譯係唔好，點解咧？都唔係詩歌，所以念唔上口。曾經亦都有一位好出名嘅學者叫做吳經雄啊，吳經雄博士啊，佢將所有嘅呢啲聖詠啊，全部譯晒成為中文，係用咩咧？係用古詩咁樣嘅。譬如聖母嘅讚主歌咧，佢用五言絕句，真係好絕。你都有時念出嚟都唔識讀個字嘅，但係好聽喎，好文雅嘅喎，文雅到你都唔知佢講咩嘅，因為未曾成為咗你嘅啊！你聽唐詩三百首，係咪你念熟咗之後，係咪變咗你嘅？但係嗰啲未曾係啊嘛，所以你好難嘅。所以教會都即係我講華人教會啊，都放棄咗話一定要用詩歌題材嚟到去翻譯佢，然後大家一齊念，真係搞唔掂嘅啊！因為我哋第一個嘅文化程度大家唔同啊，仲有就係好多字咧而家唔用，但係嗰啲字好靚嘅，但係咁又點啫？咁你要念得明白先得㗎嘛。所以咧，結果咧，嗰句長短不一冇所謂啊，最緊要咧。大家知道幾時停、幾時唞氣、幾時繼續嘅，呢個已經係一個節奏，一個節奏。事實上，聖經原文咧，希伯來文咧，佢哋唔係計長短喎，係計個 accent 嘅，計個重音嘅位置啊。有啲係三1 2 3 1 2 1 2 3 1 2，咁你練就有個節奏就夠㗎啦。但係佢長短一句可能係好嗰個音節，可能係4個音節都唔定。但係有個 accent 嗰度，嗰個 accent 個位置好緊要。咁呢個咧就每個文化唔同嘅，每個文化唔同，所以你唔可以勉強將佢變成咁樣。英文咧
已經曾經試過，而且而家用得都相當好嘅。有一個叫 Braille 嘅翻譯係英國嘅，佢哋係譯到咧可以唱嘅。可能唔知有冇人用過咧呢個如果你用英國嘅譬如課經啊，而且係有晒譜嘅，有晒可以配落去嘅。佢跟住一個叫 Jenny Law 嘅佢個三個節嗰個聲嚟嘅音譜唱法。其實教會以前都有嘅，譬如拉經嘅時候都有佢一個嘅，起碼有8個調啊，有8個調咧，會配落去可以唱到嘅，好容易嘅。但係如果你習慣咗就會真係有祈禱嘅氣氛，因為當你練嘅時候咧，始終都係會快啲。當你係咁樣唱，而且呢種唱法咧就唔係好似唱歌而係一個平調，好似係朗誦咁嘅調。咁嘅時候咧，你覺得有節奏咧，係覺得好舒服嘅，大家練嘅時候。咁我哋而家唔可以一步到呢度啦嚇，咁起碼我哋可以試下咁做。好啦，但係聖名咧，練完3個聖名啦。好啦，咁就點樣咧？我哋會有任何嘅祈禱都應該有天主同我哋講嘢，需要聽天主講嘢，所以有段短讀經，呢個好短嘅啊。咁呢個差唔多好似咧係啲珍珠啊、啲寶石咁啊，閃一閃俾你睇，夠啦，唔使長篇。之後既然天主講咗，我哋回應有個短對答名，係咪？短對答名。之後咧，我哋就會用咗咧呢一個聖母嘅讚主曲咧嚟到做結束啦，或者之後都用呢個格加利亞嘅聖歌。咁但係都唔夠㗎嘛。咁我哋可唔可以有啲私人啲嘅比較具體啲嘅祈禱？有個信仰訪問喺度，係咪？所以咧兩種形式有。最後咧就用天主經綜合晒，因為呢個係最好嘅祈禱嚟嘅。之後神父代表我哋或者嗰個領經嘅人啦，或者係執事咧，用呢個結束嘅禱文念咗呢個好似集禱經咁，集晒所有祈禱一齊啊，然後我哋就結束呢個祈禱。咁咧我哋或者咧要休息幾耐到啊？10分鐘到，之後我哋翻嚟咧就真係試下去做呢個祈禱，好嘛？就願光明歸於父咁樣。完咗咧，我哋就會咧分開。既然你啱先咧係一半一半啦嚇，咁咧應該我哋通常咧係邊嘅？我哋左手呢邊開，即係我呢邊啊開始先當係單數，呢邊雙數咁樣。咁我哋就會念個讚美詩。讚美詩咧唔好急，唔好點都急。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出名嘅聖母嘅讚美詩嚟嘅，因為聖母領報我哋尤其是諗翻聖母係咪？咁呢首叫做 Ave Maria Stella。即係聖母海星讚美，聖母就好似古代咧啲人咧航海咧，佢哋未有指南針嘅時代，係要睇星啊嘛，佢要知道方向。聖母就係個海星，可以引導我哋去到耶穌嗰度嘅。所以呢度咧就萬福海星嘅呢隻歌 Ave Maria Stella 啊，呢個好古老嘅聖歌嚟嘅。咁咧就有7段啦。咁完咗咧就大家坐低啦。坐低之後咧。就我哋用翻咧呢種咁嘅形式，首先我哋自己心裏邊咧，自己睇下呢首聖詠嘅主題乜嘢啊？聖詠110嘅主題係講默西亞。之後如果從新約角度會講嘅咧，就係基督為王，因為佢話默西亞係君王喎。而保祿都話俾我哋聽，基督必須為王，直至把一切仇敵歸服喺佢腳下。呢啲全部係我哋心裏邊自己睇嘅，又唔使讀出嚟嘅，讀出嚟嘅咧就係個對經啦。話明對經咧，所以第一次譬如我做領經，我會讀晒成句，之後咧大家就會練個聖詠啦。咁首先咧喺呢一邊嘅練個今日開始嗰句先，上主對按主起誓説咁樣。但係你會見到中間有個星號㗎，係咪？星號俾你唞氣。如果係唱嘅話咧，唱到嗰度你係唞氣嘅地方。然後咧就。下半段完咗咧，到第2邊啦，就上主賜熙雍伸出你的權杖，停少少，你要在你仇敵中統治為王。咁其實好多個唔同嘅團體咧，都有佢哋嘅唱聖詠嘅曲調嘅。你如果去大嶼山嗰個神學院咧，嗰啲神父同啲修士，佢哋中意有佢自己嘅曲調。你去唔知邊一個修院，或者甚至去聖靈修院咧，佢哋修身佢哋都有個曲調嘅。佢中意用開，當你用慣咗幾個曲調咧，譬如一個係專門為哀禱嘅祈禱嘅，有啲係讚美嘅祈禱嘅，啲音唔同噶嘛，係嘛？咁於是咧就配翻落啲詞，譬如一個好簡單嘅咧，
可以係咁嘅，就係唔係話一定要照住做嘅。譬如你話，上主對我主起誓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是接受你做你的腳跟，係咪一種默想嘅唱法咯？就係你見到一個平音啊，嗦發嗦嚟啦，即係嗰個音咧就唔係話要變化好多嘅，但係咧你讀嘅時候咧就唔好個個字都好重。譬如你話上主對我主起誓說，咁就唔好啦，應該係上主對我主起誓說，你坐在我的右邊，有個 accent 喺度，你覺得在我的右邊，等我是接受地變做你的腳，有個節奏。咁但係我哋今次咧，我哋唔去唱住，首先我哋要練好先啊，練得好啦，咁啊將來咧亦中意咧要揾一個你哋適合嘅調嚟做唱，可以好。好啦，三個聖靈完咗咧，我哋繼續係坐喺度嘅。坐咧喺教會嘅傳統裏邊咧係一種默想嘅姿態嚟嘅，坐。所以你聽讀經係坐喺度聽，不過福音成日咪企起身嘅。第二個理由啦，因為而家係福音係次次講耶穌，我哋尊重啦，我會起身嘅，係咪？同樣練完三個聖靈之後，我哋聽讀經有好短讀經，我繼續坐喺度，係一個默想嘅心態。之後咧，我哋用一個短嘅對答詠，一個短嘅對答詠，即係好似我哋答唱詠嘅，不過呢個好短嘅。然後就開始咧用聖母嘅嗰個謝主曲啦，呢個我哋叫做萬伊別格，我的靈魂頌揚上主。咁每一晚都係去到呢個時候就用聖母嘅謝主曲嚟到去感謝天主。咁喺呢度亦都有一個調可以唱嘅，不過咧呢個係叫做福音聖歌。舊約嗰三個聖靈完咗啦，不過其實如果留心睇下咧，第三個唔係聖靈，第三個係咩嚟？第三個係哥羅森人書，係新約嘅聖歌。所以其實咧有咁分，有舊約嘅聖靈、新約嘅聖歌同埋福音嘅聖歌咁樣分。喺念聖靈嘅時候咧，我哋用，既然我哋係基督徒咧，所以我用兩個舊嘅，加翻一個新嘅。呢個係驗下。原來新約裏邊都有好多聖歌㗎。咁我哋就用，譬如好似聖保羅嘅書信啦，有好多嘅聖歌。其實佢係將當時啲基督徒唱嘅聖歌咧，收集咗喺佢嘅書信裏邊。仲有一個人咧係好多聖歌，就係默示錄。默示錄呢本書係好多聖歌，其實成個禮儀可以話。呢條好靚嘅聖歌，尤其是係講到天堂上嘅聖歌，羔羊嘅聖歌。咁我哋咧就唔知邊個抄襲咗落嚟啦，我哋冇乜版權嘅嚇。天堂嘅歌我哋地上都唱，咁即係天人咧合一譬如話，呢度舉行禮儀，天上都舉行禮儀，係一個禮儀，因為係一個教會，天上教會、地上教會一個個體，所以咧係一齊。好啦，咁所以我哋都有新約聖歌。朝頭早咧兩個聖靈之後咧，又加一個係舊約嘅聖歌。原來舊約譬如先知書啊，或者甚至啲歷史書裏邊內容中都會夾雜咗一啲聖歌嘅喺度攞出嚟。所以兩個係聖靈，一個係聖歌。同樣夜晚黑咧，新約嘅時候咧都會有個新約聖歌，都有兩首嘅舊約聖靈啦，加一首新約嘅聖歌，所以係好平均。之後要企起身啊？點解咧？因為聖母讚主曲或者個萬伊別格咧係嚟自福音嘅。既然福音我哋聽福音係企喺度咧，我哋唱或者念呢個聖母嘅謝主曲咧，既然係出自福音，我哋都企喺度，有呢個。同時咧，亦都會話十字聖母，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的救主。點解要話十字聖母？就好似你讀福音聽福音時可以話十字聖母，不過係三次嘅，嗰個十字聖母。呢一個就係發一個咁嘅十字聖母。呢個係一個傳統嚟嘅，係已經係好耐嘅傳統嚟嘅。但係佢哋指出就係個分別就係福音最後起身，同時咧聽福音我哋都話十字，唱呢個福音嘅聖歌我哋都話呢個十字。之後完咗啦，咁呢個聖母嘅謝主曲咧，前同後都有個對經嘅。
都話翻個主題俾你聽。今次呢個主題咧就啱先就係聖母領報，所以天使同佢講乜嘢咯？係咪？萬福充滿恩寵者，係咪？呢啲係天使講嘅。之後我哋咧就去到個信有土文嘅地方啦，我哋叫土池。我哋有人咧會同我哋練出呢啲嘅意向啦。朝頭早咧通常係4個意向，夜晚係5個意向。第5個意向咧，夜晚一定係為亡者嘅，因為夜晚尤其是會容易啲使我哋想起我哋已故嘅親人啊，我哋嘅祖先啊，或者我哋識得嘅啲朋友啊過咗身嘅，我哋都想紀念佢哋。之後就係一齊會念呢個天主經。天經完咗咧，就神父代表我哋咧，或者如果個團體裏面有個執事咧，佢會代表我哋咧，就念呢個叫結束嘅祈禱。如果冇神父又冇執事喺度咧，就係嗰個領經我哋都做，都做呢個祈禱嘅。不過到最尾有啲唔同啦。結束詞咧，如果係神父或者執事唔喺度咧，就用翻呢個普通嘅結束詞。如果神父或者執事喺度，就會俾個祝福嘅。佢哋會講呢個願主與你同在啊，即係好似彌撒嘅結束一樣，嗰個祝福一樣。所以呢個咧俾我哋睇到都係一個禮儀咁嚟到結束。咁好啦，咁讓我哋咧靜默一陣間，讓我哋都入翻今日嘅禮儀，尤其是有今朝參與彌撒嘅同記得，我哋今日咧係慶祝緊聖母領報，或者叫做預告救主降生，係一個大喜訊，因為咧我哋知道天主要藉住咁嘅方式實踐佢嘅救恩嘅。咁我哋靜默一陣間，我就開始。天主，求你快來拯救我！上主，求你速來輔助我！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阿們。讚美詩。萬福海星，天主聖母，出世童貞，天堂復活。天使口中尊稱萬福，賜我平安，大利更新。解放囚犯，發貴真夢，消災免禍，降福賜恩，顯示慈顏，為我傳求，有求必應，母子情深，安良慈善，偉大童貞，除我罪污，復我純真，世途艱險，伴我前進，與主同在，歡樂無盡。讚美聖父、聖子、聖神，三位一體，萬世同音。阿們。對經人，上主的天使向瑪利亞報告喜訊，他因聖神受孕。上主對我主起誓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是你的仇敵，做你的腳凳。上主自己用伸出你的權杖，也要在你仇敵中統治為王。在聖山上，你誕生之日，皇位就屬於你。我已經生了你，好像在曉明之前的朝露。上主發了誓，決不反悔。你按照麥基洗德的品位，永為祭司。上主常在你的右邊，他發怒之日，必要粉碎列王。君王將在路旁暢飲溪水，因此他將平空抬頭。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阿們。一齊讀經。上主的天使向瑪利亞報告喜訊，她因聖神受孕。瑪利亞，不要害怕，你在天主前獲得了寵幸，你要懷孕生子，他將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上
主，我從深淵呼求你，我主，求你俯聽我的哀告，側耳聽聽我的祈禱。上主，你若細察人的罪過，我主又有誰還能站得住？然而你一向寬恕為懷，我們對你喜敬喜愛。我在期待，我的心靈期待上主，期待上主的樂意。我的心靈期待上主，勝於更夫代誕。願聖巡夜的人等待曙光出現。以色列，你要仰賴上主，因為上主慈悲為懷，樂於救贖。他必拯救以色列，脫離一切罪惡。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阿們。瑪利亞，不要害怕，你在天主前獲得了寵幸，你要懷孕生子，他將稱為至高者的兒子。我是上主的使女，願你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全。感謝天父，使我們在光明中堪享聖徒的福分。他救我們脫離了黑暗的權勢，把我們徙置到他愛子的國土。在他愛子內，我們得到了救贖，獲得了罪赦。他是看不見的天主的肖像，是超越萬物的長子。因為上天下地的一切，無論有形與無形，上作者或宰制者，率領者或掌權者，都是藉他而創造的。一切都藉着他，並為了他而受造。他在萬有之先就已存在，萬有都賴他而各得其所。他是教會的頭，也就是他身體的頭。他是原始，是首先從死者中復活的，使他在萬有之中高居首位。因為天主樂意使整個圓滿住在他內，並藉着他在十字架傾流的血，建立了和平，使人間和天上的一切都與天主重歸於好。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我是上主的使女，願你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全。論到那從起初就有的生命的聖言，就是我們聽見過，我們親眼看見過、瞻仰過，以及我們親手摸過的生命聖言。這生命已顯示出來，我們看見了，也為他作證，且把這願與父同在，且已顯示給我們的永恆的生命，全部給你們。聖言降生成人，居我人間。聖言降生成人，居我人間。他起初就與天主同在，居我人間。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聖言降生成人，居我人間。請起立。聖母謝主福嘅對經。加俾額爾天使對瑪利亞說：萬福，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當受讚頌。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我的心靈歡躍於我的救主天主，因為他垂顧了他卑微的使女，今後下代的人都要稱我有福。全能者給我作了奇事，他的名號何其神聖。他對敬畏他的人們廣施慈愛，千秋萬世。他用手臂大施神威，把心高氣傲的人擊潰。他從高位上推下權貴，卻提拔了弱小卑微。他使飢餓者飽享美味，卻使富有者空手而回。他扶助了
眷顧亞巴郎和他的家族。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阿們。加利亞以天使對瑪利亞說：萬福，你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你在婦女中深受讚頌。永生的父今天派遣天使報告瑪利亞，我們得救的喜訊。我們以依恃的心向天父祈禱。上主，求你施給我們救恩。你揀選了童貞瑪利亞作為你聖子的母親，求你垂憐期待救恩的人們。上主，求你施給我們救恩。你藉天使的口許諾瑪利亞喜樂與平安，求你賞賜世人救恩的喜樂與真正的平安。上主，求你施給我們救恩。你的永生聖言藉聖神的工作和瑪利亞的同意，甘願降來居我人間，求你準備我們的生命，如同瑪利亞一樣接受基督。上主，求你施給我們救恩。你垂顧卑微的人，使飢餓的人得到飽飫，求你扶助不幸的人，安慰窮苦的人，並救助臨終的人。上主，求你施給我們救恩。天主，只要你能作出奇事，對你沒有不可能的事，求你拯救我們，在末日使亡者復活。上主，求你施給我們救恩。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兇惡。天主，你願意你的聖子在童貞瑪利亞懷中降生成人，作我們的救主。我們承認並相信他是真天主，也是真人。求你使我們勉力效法他，以分享他的天主性。他是天主和你及聖神，永生永王。阿們。願主與你們同在，也與你生命同在。願全能的天主聖父、聖子、聖神降福你們。阿們。祝大家平安。感謝天主。係一清楚。先話嘅祈禱唔係假嘅，都係真嘅嚇，唔係演習，都係真嘅祈禱。不過咧，你練咗之後，你而家發覺咧，呢個祈禱又幾好，係咪啊？又有啲天主嘅説話同我哋講啦，我哋又回應佢啦，又用聖名嚟到祈禱。正話咧，其實個主題咧，我應該仲有3分鐘嚟講，我哋要準時嘅。我哋話祈禱亦係我哋同天主對話。所以有佢講，亦都有我哋講嘅。而家妙在咩咧？就係呢啲祈禱咧，呢啲説話係天主放喺我哋口中，即係我哋都唔識祈禱。咁咧，歷代有咁多人好叻嘅祈禱嗰啲，收集咗喺聖經嗰度。我哋喺聖經度攞翻出嚟，用啲聖經嘅説話，即係天主啟示嘅説話，向翻佢祈禱。呢個就係巧妙嘅地方。冇錯，天主同我哋講説話，但係我哋原來我哋嘅回應咧，都係天主嘅説話嚟嘅。所以呢個成個係聖經嘅祈禱嚟嘅，但係都有我哋人嘅成分，正話呢個信仰普文係咪？都有呢啲嘅。我仲有第二樣嘢，你發覺到咧，神父似係練嗰個同我哋唔同㗎。係啊，係啊。點解唔同咧？因為而家有2個版本。咩版本咧？神父你係咪禮儀小百科？我嚟讚嘅。我呢個咧係禮儀小百科一樣嘅。禮儀小百科個就係同邊度一樣咧？就係同咧。呢一個禮儀委員會，香港禮儀委員會每日俾個 text 出嚟嘅，你可以上網嘅，就一樣嘅。但係咧，如果用我靈差用主咧，我都用嘅，我都用點解大隻啲字，啱我哋啲老人家睇嘅，咁咧就容易啲睇，同埋咧就簡單好多。咁所以我就都中意用嗰個。嗰個就跟足台灣出嘅嗰四本啊，3本定4本？3本係好厚㗎，好厚嘅3本。
咁咧而家已經將佢全部上晒網，所以大家咧其實可以用呢、個都唔係要上網，要一次上網之後變咗 Apps 嚟嘅，你可以不停咁 update 佢嘅，一 update 成個月嘅，你可以即係成個月有得用。所以你 update 咗之後咧，你去到邊度，你知道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今日所有整個教會都係念緊呢個，係幾好嘅，彌撒都一樣。好多時我哋去到外國啊旅行都好啦，你知道即使我聽唔到佢講咩，我知道佢做緊乜嘢，係咪啊？呢、個就係我哋咧公教會嘅好處啊！咁希望大家咧都利用呢啲嘅資源啦，以前冇嘅，而家咧上網啊有 Apps 就好容易，希望大家都能夠用呢個方式。嘗試下我哋參與教會嘅祈禱啊，咁呢個係我向大家嘅祝福。好啦，你先。